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0月16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港股市場整體表現有啲壓力啦，恒生指數早盤跌咗0.09%，報25,889點，恒生科技指數更加跌咗1.18%，成交額仲有2754億港元，顯示資金喺度激烈博弈緊。A 股方面，上證指數就關注緊3936點呢個關鍵位，如果證券板塊發力，或者可以衝關成功，不過短期上行空間都係有限㗎。尋日整體表現都係偏軟，主要係受政策同資金環境改善帶動，低利率環境下，機構同居民資金加速流入權益市場，為市場提供咗唔少支持。企業業績方面，好似泰凌微前3季度淨利預增118%，端則 AI 產品爆發式增長，帶動咗板塊情緒。仲有生物科技同航空股受積極消息驅動，康方生物創新藥進展同埋航空公司營運數據亮眼，吸引咗資金流入。不過市場都有啲擔憂㗎，汽車股就集體下挫，蔚來跌咗8.99%，小米集團跟跌3.6%，拖累恒生科技指數。加上有啲公司股東減持計劃，好似惠智微大基金2期已減持1%，壓制咗市場風險偏好。板塊表現方面，生物科技板塊反彈1.72%，藥節安康 B 單日大升46.34%，成交額超18億港元。航空股都同步走強，東方航空升咗4.9%，反映出行需求持續收復。相反，汽車板塊就係最差表現，蔚來領跌超過8%，一度跌超13%，搞到市場情緒麻麻。展望後市，要睇實企業業績發布同政策動態，好似航空業9月營運數據持續向好，南方航空旅客周轉量同比升5.25%，中國國航升5.6%，顯示行業復甦勢頭。生物科技板塊可能仲有得升，但汽車股就要小心啲風險啦。總括嚟講，市場短期內或者仲會波動，投資朋友要留意板塊輪動同埋資金流向啊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